我怎么越想越觉着奇怪啊！产期过了，天天吃着药，可这身子却一天不如一天。八成这毛病就出在这个药汤上。你都拿到乐仁堂验看过了，怎么会出在药汤上？怪，也就怪在这儿，都是安胎凝神的好药，无论如何不能越吃越沉重啊！唉，我早就想过，惠嫔的生产不会一帆风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要生下的是皇上的长子。难道是索图搞的鬼？额娘，我这就进宫去见皇上。皇堂，你无凭无据见了皇上讲什么？索额图惯会倒打一耙，不能让他再抓了我们的把柄。你阿玛说的是，何况事关惠儿，你也应该避避嫌。不，我去，我就是要去。惠嫔眼下这个样子，说不定就是一场凶险。等我们找到了真凭实据，就什么都晚了。你以为你的表妹是在市井百姓家吗？有很多事情，我们想管也是管不得呀。那也不能眼看着她大难临头啊！哎，儿子，不行，你不能去。额娘，您放开我！不行。不，你可以去，但要等到明日再去。皇上曾经跟我说过，你可以经常回宫去看看。就接这个话由去乾清宫，不过你要记住，不可直接说惠嫔的事儿，只可在言语中给皇上提个醒儿。你听见没有啊？臣索额图叩见皇后娘娘。叔叔坐吧。谢娘娘。娘娘急召臣入宫，臣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。按娘娘的产期，就在这一两日了吧？我有句话要问叔叔。惠嫔那儿，你下手了？臣在家闭门自省，不知道她那里。叔叔不要和我拐弯抹角。我叮嘱过你，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是你还是做了。听着，马上停下来。难道娘娘就甘心看着我们索家永无出头之日吗？这既是为了娘娘，为了娘娘腹中的孩子，也是为了我大清有位嫡出的皇长子日后继承大统啊！如果娘娘还有什么担心，那就相信臣能够滴水不漏。这不可能，只要你做了，纸里就包不住火。臣说过，如有暴露，所有的罪过都在臣一人身上。你担不起这个沉重，只怕真正毁了我索家的是叔叔你。哎，娘娘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叔叔好自为之吧。皇上，纳兰来了。奴才叩请皇上圣安。起来，起来。你在家中面壁，有些长进吧？谢皇上赐给奴才的那些好书。那朕就等着你科考吉利了。奴才绝不负皇上。朕在三藩的事情上有些拿不定主意，你有什么见地吗？奴才以为撤藩是早晚的事情，不过古人云：“欲则立，不欲则废。”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处置不当，就会酿成大乱。这个朕知道，欲则立，但是这撤藩的准备，朕应该从哪里入手？其一，三藩是三位汉王，他们倘若谋逆，
必然要挑起满汉之争，而眼下满关的不少作为都有伤汉人，所以在平藩之前，必须着力融合满汉的奸细。说得好。还有呢？其二，江山初定之后，八旗之兵日渐荒怠，早就没有了将军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斗志。如若平藩，必要整兵立制。皇上，储秀宫来人说惠嫔娘娘已有阵痛，可是情形却不大安稳。快被监狱，朕去瞧瞧。这皇上，奴才有句话讲。讲。我额娘奉旨来陪伴惠嫔，据额娘讲，事出蹊跷。惠嫔自从吃了太医院的汤药，情形一天不如一天。朕也问了太医，太医说这都是因为惠嫔身体虚弱所致。恐怕不是这样。皇后与惠嫔同月分娩，这里兴许会有长幼之争。什么长幼之争？下面的人以为谁是长子，谁就有可能成为日后的太子。胡说！大清国还没有这样的规矩。皇上，奴才以为还是要多加防备。惠嫔和她腹中的孩子之重，皇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别拿这些不着边际的事说来说去。惠嫔的事，不必你为朕操心。皇上。给惠嫔下药的是哪个？是奴才。朕先听听你的说法。奴才有罪，没有伺候好惠妃娘娘。朕问的你是现在的情形怎么样？哀将无力，不虚。你说。惠主子气血不畅，不过已然有了分娩的征兆，最迟不超过明日。朕问你，原来还好好的，怎么到产期了服了你们的药却成了这个样子？是奴才伺候不周，奴才罪该万死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请皇上容奴才们回去商量，再为惠主子调改药方。都去吧。惠嫔，好些了吗？皇上，请不要责怪他们。也许把孩子生下来，臣妾的身子就会慢慢好起来。但愿如此。朕已然派人去寺庙上香，替你和皇后祈福了。谢皇上。皇后她也要临盆，皇上应该常去坤宁宫看看她。儿敢断定，这里面必有阴谋。我在宫里听宫人们说，这几天索额图频繁出入坤宁宫。疑心皇后娘娘，孩儿疑心宫里的一切人，如果这里面真的有阴谋，惠儿就难逃毒手了。额娘，惠嫔怎么样？还是不大好。那额娘为什么不住在宫里陪她？傻话，皇上只让为娘白日在宫里。阿玛，皇上听不进去我的话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看样子，惠儿分娩过不去明天，就算是能查出个究竟，怕也来不及了。叶上，给我回来！到哪儿去？主子，今儿还有一道药，要是不想吃，咱就别吃了。不，你给我端了来。哎，
主子，慧儿，慧儿，是谁？是我。表兄，我听说你的情形不好。表兄，你何苦冒这样的风险？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依然愧对了你，我不能放下你的事情不管。我从来没有怪罪过你。一堵宫墙如同阴阳两极，求求表兄不要再折磨自己了，什么话都不要说了，你快出宫去，快出宫去呀！不，这事关你和你腹中的孩子，也事关皇上，我不能不讲。表兄，你千万要珍重慧儿的事情，你不要再操心了。主子千万不能再喝太医院的汤药，这其中必有阴谋。你说什么？太医院的汤药？对，是表兄多想了吧？不是我多想，是这宫中险恶。主子还有没喝的药汤吗？我要带出宫去查验。有人，慧儿都记下了，表兄快出宫去。妹妹保重。快走啊！站下。格格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来看看要临盆的慧姐姐，没想到看了一场好戏。格格不要误会，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，告诉我是谁要谋害没出生的阿哥。生了，要生了，慧主子要生了。你候在这儿，我去看看。主子再挺一挺，马上就来了。主子再挺一挺，忍一下，产婆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啊！大人，宫里来了消息，快讲，皇后娘娘将要分娩，惠嫔呢已经临盆了。天神在上，保佑我所额图如愿吧。要生了，要生了，慧主子要生了。格格怎么样？慧姐姐已然破了羊水，产婆再不来，他们母子就要出大事了。你找皇上。不，你留在这儿，可以帮帮他。小朋友。慧主子就要临盆了，快禀报皇后娘娘，派产婆去。哎呦，皇后主子这儿也要生了，宫里的产婆们都在这儿候着呢，连皇上也在这儿呢。您等等，我去告诉宁嬷嬷。纳兰公子，嬷嬷说了，产婆在这里分不开身，让慧主子自己想法子。既然宫里的产婆都在这儿，让慧主子想什么办法？乌头公子爷，是皇后娘娘的身子贵重，还是慧主子的身子贵重啊？混账！慧主子怀的也是皇上的骨血。这，我去见皇上。我的爷，这时候惊动了圣驾，谁也担待不起啊！您可进不得呀，公子爷。惠嫔娘娘危在旦夕，你们竟敢阻拦我去禀报皇上！闪开！奴才们是秉公办事。闪开！公子爷，别拦住！公子爷，奴才们是秉公办事。公子爷，您别进去，您不能进去。主子正在要紧的时候，你不能进去啊，不能进。啊！主子生了！哎呀，主子生了！哎呦，谢天谢地！哎呀，主子生了！皇上是个小阿哥，快给朕，快给朕！啊，朕有儿子了，朕真的有儿子了！奴婢们恭喜皇上，恭喜娘娘。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惠嫔她怎么了？她临产在即，却没有产婆。什么？哎呀，慧姐姐这快不行了，产婆，快跟我来！主子使劲！再坚持，使劲，使劲！你使劲，再使点劲！再使点劲，再使点
罪，奴才有罪。说实讲，不然朕饶不了你。小阿哥去的的确蹊跷，论理说，惠主子是足月生产，本不该出现什么闪失。可是冕下的小阿哥，他浑身青紫。来人！去，把那混账差役给朕叫来！这，皇上，惠主子醒了。别动，身子好些了吗？孩子呢？臣妾还没有看见过他。他很好，还是你的身子要紧。是个阿哥，还是个哥哥？是个阿哥。是个小阿哥。现在身子弱，朕已经给他找了乳娘，你就放心吧。别说了，好好睡，等你身子养好了，再好好看咱们的孩子，好吗？皇上，梁公公回来了。人呢？皇上，奴才已经带人去了那个王太医家，可一进巷子就看见他住的宅子一片大火，提督衙门已经派人看住了火场。皇上，我额娘奉旨来陪伴惠嫔。据我额娘讲，惠嫔自从吃了太医院的汤药，情形一天不如一天。皇后与惠嫔同日分娩，这里兴许会有长幼之争。下面的人以为，谁是长子，谁就有可能成为日后的太子。长公，奴才在。你替朕传旨，叫曹寅立刻带人前往太医院，把惠嫔的医方草药查个清楚，明日给我回话。这。皇上，小阿哥死得不明不白，求皇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事已如此，夫人不要太难过。皇上这么宠爱她，日后还会有怀胎的机会。不。这件事不能就这样过去。我听产婆说，生下来的小阿哥浑身青紫，这必定是药物中毒所致。我们一定要为冤枉的惠嫔讨回公道。冤枉不冤枉，人人心知肚明。一个是嫔妃，一个是皇后。我相信皇上会有公断。即便有了公断，那证据呢？只要查，就会查出来。他为皇上生了皇子，就是最大的功劳，而索恶图也会因此多了一重贵重的身份。若是纠缠，不但查不出什么结果来，反而会惹出新的麻烦。阿玛处处想的只有自己。放肆！儿什么也不怕。我要去见皇上，把这一切讲给他。孽障！你给我听着。好好读你的书，从明天起，不准离开你的卧房半步。把所有药方统统封存。是。
九公，听政的时辰到了。皇上你也没合眼，奴才斗胆做了主，把听政的时辰向后推迟了。皇上，索额图大人求见。传。这。小阿哥平安落身，奴才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大臣们也都在等着给皇上道喜呢。索大人，惠主子生的小阿哥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是哪儿的话？前些日子我还听说惠嫔娘娘是健健壮壮的，皇上，千万不要过于难过呀。真是难过。但是朕更多的是愤怒，有人竟敢拿朕的孩子下手。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不会吧？小阿哥死的时候浑身青紫，伺候惠嫔的王太医又死在自家的火场里，这不是有人捣鬼又是什么？你去，把太医院的管事传来。这。索大人，干嘛急急慌慌的？宫里出了大事，惠嫔她……你笑什么？为什么笑？索大人还猜不出来吗？你竟怀疑到我的头上？岂止是我，恐怕皇上心里也不会没有一本账吧？我索额图光明磊落，心可对天。这就好，那就不用我费心了。不，曹公子，话不是这样讲。在下量力而为吧。奴才给皇上请安。曹公子，皇上一直等着你呢。怎么样？回皇上，奴才带人将太医院查了个遍，所有惠嫔娘娘用过的丸散膏丹和各种药料全都查过了，绝没有异样。那刑部那边呢？也来了回话。他们说王太医家的火是自内而外烧的，据他们推断是自闭身亡。他们推断，这几个人原本都是索额图的属下吧？这，奴才不甚明了。依奴才想，这件事儿与他没有关系。你又在为他说话。上次皇上训斥奴才，说奴才不够坦荡，不够率长，所以奴才才斗胆揣测，请皇上恕罪。起来说话吧。虽然明索两人斗得厉害，可是在这件事情上，索额图没有使奸的道理。为什么？一来，小阿哥虽然出自惠嫔腹中，可也是皇上的龙子，索额图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道理；二来，暗中皇长子之争在宫中早有疯传，如果一有风波，皇上必然疑在他身上，他躲还唯恐不及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蠢事来呢？依你看，这毛病出在哪里？奴才在太医院查过这个王太医的来历，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，也有可能是前明余孽混进宫中。公子，这是关外新送来的奶酪，老夫人让公子尝尝。公子，昨夜里南头那条街上着了好一场大火，是太医院王家，死的可真叫惨呐！你说什么？太医院王家？奴才去菜市路过那儿，听人说这王太医给后宫的一位娘娘治病失了手。因为害怕降罪，才点着自己的房子。快给我更衣。公子爷，公子爷，老爷上朝时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公子出门。公子，我去进宫去见皇上。是啊，说的就是不让公子进宫。给我闪开！奴才们不能放行。
公子，公子。皇上，2位掌管太医院的大臣到了。传这。臣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刚刚调集太医院的4大名医，验过了小阿哥的尸身，的确有中了药毒的征象。虽然还不知道这药毒出自何处。闭嘴！出自何处？朕问过楚修公，除了你们太医院的汤药，惠嫔没有服过任何东西。臣知罪，臣正在太医院彻查。皇上，有个情形，臣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按既定的规矩，太医诊脉问病之后，要将医方交给主管太医审看。审看无误后，交由司药按方抓药。药抓好之后，再叫主管太医审验。审验无误后，返还司药处，煎取药汤，呈送后宫。可是什么？惠嫔娘娘的家人不准太医院代煎。臣听说他们把这些抓好的药送到了宫外。送到宫外？臣担心事情是出在宫外，而非宫内。你们去吧。这。杨九公，奴才在。我御前侍卫将纳兰性德拿来见我。这。皇上是说将纳兰性德拿来见我。这。纳兰公子，奴才纳兰性德恭请皇上圣安。好啊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有什么话说？奴才一早听说给惠嫔下药的王太医突然死于一场大火，这绝非偶然，请皇上马上派人速查。查？好一个贼喊捉贼的伎俩！皇上的话，奴才不明白。太医院的药为何先送到宫外？宫外？你还佯装不知？也许是阿玛和额娘担心。朕问你是何居心？真没想到你纳兰性德居然还对惠嫔入宫的事耿耿于怀，竟然把气撒在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身上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奴才无话可说。谅你也无话可说。奴才原以为纳兰性德与皇上既是君臣又是挚友，奴才知皇上，皇上也知奴才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纳兰性德在皇上心里竟是这样一个龌龊小人。奴才不想解释什么，要杀要剐全凭皇上吧。来人！皇哥哥，你冤枉他了。德敏，皇哥哥，你真的冤枉他了。你不知内情，不要插言。不，我虽然不知道是谁害了惠姐姐腹中的小阿哥，可是我知道，绝不是他纳兰性德。昨天晚上我去看惠姐姐，突然发现她也在那里。什么？纳兰性德，你竟敢又一次夜入储秀宫！你好大胆！王哥哥，你听我说啊！我来到窗外的时候，纳兰正和惠姐姐讲话，他提醒惠姐姐不要再服用太医院的汤药。他说他是为了惠姐姐，可更是为了皇上未出世的小阿哥。后来惠姐姐突然临盆，可是几名产婆都被那个可恶的宁嬷嬷扣在了坤宁宫。若不是纳兰冒死闯宫，拉来了一位产婆，现在死的可就不只是惠姐姐腹中的小阿哥了。纳兰关心惠姐姐是情有可原，纳兰对皇上的忠心更是有目共睹。皇哥哥，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呢！皇上，储秀宫来报，惠主子的贴身丫鬟紫云悬梁自尽了。皇哥哥，紫云的死就更说明这内鬼在宫内，绝不干纳兰性德的事儿，就放过他吧。皇哥哥，说话呀！纳兰性德，奴才在。这件事情，你替朕访查清楚。皇上，既是内鬼，必定身份高贵，奴才无官无品，难当此人。朕赐你专权。不管这内鬼是什么人，朕绝不会饶了他。你
就从王太医的死查起，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奴才遵旨。御前侍卫纳兰信德奉旨查勘，若有事，上差尽管吩咐。这里都有谁来过？刑部的几位大人，还有一位王爷。王爷，卑职不敢打听，听说是安亲王。哪个是王太医？王太医的尸首被刑部衙门先拉去了，剩下的都是王太医的家人。刑部衙门的人看后怎么说？他们说王太医是自杀，铁定无疑。麻烦你一件事，把这附近的住户通通叫到这儿来，我有话要问。这。纳兰公子，你来看，像是灯油。这桶在什么地方？院里藤楼架的边上。什么自杀？这样的推断，不是无稽之谈，就是别有用心。来，把这只木桶收好，带到宫里去。这，过来，过来，都在这边来，快，快点！皇后睡了多久了？回皇上，刚刚睡了不到1个时辰。那朕就不惊扰她了。告诉她，朕还会再来看她。是。奴婢恭送皇上。您可来了，下去，可了不得了！皇上他不是皇上，是咱们的皇后娘娘。自打知道了惠嫔的事情以后，她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，还说要去给那狐媚的去赔罪。奴才怎么劝也劝不开呀。刚才多亏睡了，要不然当了皇上，他还不把什么事都给捅出去。咱们做得再滴水不漏，也经不住皇后娘娘自己往里跳啊。大人，赶快拿个主意吧。我就在那边东院里当值，只要皇后一醒，我就请大人。哎呀，索大人，你让我这头好找啊！有什么事吗？惠嫔身边那个叫紫云的小丫头自杀了，她的死必然和惠嫔的事儿有关。我不知道这个小丫头和索大人啊，我从不去储秀宫，和一个丫头能有什么瓜葛？这就好。皇上早就知道我们走得近。我自然不希望索大人在这件事情上吃了亏。还有件事儿，索大人绝对不会想到，皇上赐纳兰以专权，调查小阿哥的死因。纳兰信德可是个死牛脖子硬奖金的人，这差事给了他，对索大人可不是个好兆头啊。多谢曹公子，我还要到东院当值，倘若能过了今天，明日我请公子沉香院小酌。公子，这就是王太医的尸身。公子看到了什么？这尸身还有别人来看过吗？有，还有安亲王派来的人。
皇上，储秀宫来人送信儿了。惠嫔娘娘还在睡着，睡得挺安宁。真去看看她。皇上还是等明个再去吧。太医们说，惠主子好好睡一觉，体力就会稍有恢复。那时候再知道小阿哥的事儿，就不当紧了。真是可怜他了。朕明天就去告诉他，小阿哥不会白死，朕一定会替他报仇。兰兰有信儿吗？还没有。皇上，奴才觉得，什么呀？别吞吞吐吐的。奴才觉得，纳兰从来没有任过这样的差事。再说，皇上把这么要紧的差事交给一个侍卫，恐怕大臣们会嚼舌头。其实皇上可以给刑部衙门搬到盐职。刑部衙门，朕信不过他们。白九公，奴才在。去给明珠搬到口谕，叫他们父子二人一道把这件案子给侦查清楚。这。你这小东西，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模样？奴才是知道了一件天大的事情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那到底是该说还是不该说？兴许这件事儿不该告诉别人，可不该不告诉老祖宗。那就照直说。下去吧。这件事不用你开口，我已经猜出几分了，是关系惠妃和她死去的阿哥吧？老祖宗圣明。真是担心什么出什么。奴才记住了，把你知道的东西都烂在肚子里。记下了吗？记住了。下去吧。主子，哎呀，瞧这小阿哥，长得多俊呐啊！天庭饱满，地阔方圆。哎，主子，我还得告诉您一件稀罕事儿。小阿哥降生的那一刻，东方天边有一道红光。哎呀，这可是龙行天下的好兆头啊！小阿哥应该落身。咱们索家上下都到寺院里去烧香还愿了。请皇后珍重身体，这是为了皇上，也是为了小阿哥呀。翠儿，翠儿来了。他睡了，轻轻的放，别吵醒了他。主子去哪儿了？主子刚撵下小阿哥，不宜马上走动，还是静静的歇着吧。做了不能心静的事，我一时一刻也歇不下。来人！奴才在。备监于。这。主子要去见皇上。我要去看看惠嫔。啊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哪怕是为了小阿哥。我就是为了他，我不能让他一落地就有一个见不得人的额娘。娘娘不必自责，这一切都是臣所为。可我索额图不只是为了咱们索家，更是为了爱新觉罗的江山呐。大
大清国该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嗣，他只能是皇后生的阿哥。主子，老祖宗朝这边来了。老祖宗来得好。臣求求娘娘，什么事都不要告诉老祖宗，一切事情由我们慢慢商议。主子，索大人说的是对的。哎，主子，您先躺下，我去迎迎老祖宗。大人。奴婢恭迎太皇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我们皇后主子刚刚躺下。瞧瞧，我们来的还真不是时候。老祖宗，那我们先看看小阿哥吧。小阿哥也睡了。孙喜给老祖宗请安。起来，起来。你怎么起来了呢？月子里啊，要多躺躺啊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像，真像，简直跟皇上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老祖宗，这可是您第一位重孙呢。可不是嘛。皇后，你的精神好像不大好。女人坐月子一定要好好调养才是。老祖宗，孙喜有些心里话。苏沫儿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，下去吧。孙喜做错了一件大事，一件天大的事。我只是想把孩子生在惠嫔之前。你这屋子里闷得很，白日里也该开开窗啊。老祖宗，丫头，你现在是立了大功，咱们爱新觉罗家又见一代人了。老祖宗，你让我说下去。快起来！我知道你是好孩子，你现在身子虚，不宜多说话。要说，就只听我说。你想说的话，跟皇上说了吗？你想告诉他，傻孩子，这世上的话，有的能说，有的不能说。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即便是好心，也未必有好报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说明你心存善良，说明我们大清国的国母没有选错。我们爱新觉罗家又见一代人，这是多好的事！我不能让这件好事变成一件坏事。我们的话就到此为止。从今往后，不要跟任何人再提起，尤其是皇上。我想你该明白，如果你对皇上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皇上会进退两难，凭着他的性子，会做出我最不愿意见的事情。我的小重孙，也许会离开他的母亲，朝廷上，也许会少了一位能够忠心辅佐皇上的索家人。你听我说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百姓家，那断无可恕之理。可这是在宫里，自古至今，皇嗣之争从来就带着血腥，这不为怪。虽然我心里极不赞成，可事情出了，就怪我这老太婆治教无方。孩子，
索图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自然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现在不告诉你，并不等于我永远不告诉你。老祖宗的恩典，奴才有事不忘。你索图的人头就暂且寄存在我这儿。你索图还是索图，皇后依然是皇后。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究竟怎么做，你该明白。奴才明白，奴才全都明白。听说皇上把调查这件事的差事交给了明珠父子。是，也真是为你找了个好对头。奴才料着他们不查出点眉目，不会罢手。这不是你能操心的事儿。去吧。儿听说皇上又派了阿玛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以为皇上会放心吗？不放心，又何必要儿来做？闭嘴！没有规矩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。你在宫中当差，我和你额娘没有一天不提心吊胆的。说吧，王太医的事情到底有没有隐情？有，他绝不是自杀，而是被人谋杀。你说你的道理。其一，而在他院内发现了油桶和点火的痕迹。如果王太医是自焚，这火源绝不会在户外。其二，而到刑部衙门验看了他的尸首，虽说身子大部分都被烧焦，可是可以看到王太医的颈上有一道明显的勒痕，可见他是先被勒死，而后才被扔进火场的。另外，听王太医的乡邻说，昨天夜里在起火之前，巷子里有不少人在走动。如果可以肯定王太医是被灭口，那他的身后必定有人指使。那紫云的死呢？今天儿也去储秀宫做了访查，紫云自尽没有异议。可是据两个粗使的婢子讲，他们几次看见坤宁宫的宁嬷嬷和紫云在宫院的僻静处讲话。坤宁宫的宁嬷嬷。而反复思量，这个案子已经大致有了眉目。王太医既是开药者，又是知情者，可毛病并不出在太医院。真正下药的是惠嫔身边的紫云，而紫云又受了宁嬷嬷的指使。你疑心是皇后所为？不，索额图，皇后贺氏里不是这样的人，她也不可能派人到宫外去杀人灭口。我们只要把这一切禀报给皇上，而后从宁嬷嬷入手，就一定能让索额图原形毕露。阿玛小看你了。好，是阿玛的好儿子。索额图啊，索额图啊，哼，你竟敢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，就别怪我明珠手下无情了。阿玛休息吧，我马上赶写一份奏折，明儿一早请阿玛过目，而后呈送皇上。好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。明珠大人，您不认识奴才了吧？哎呦，你看看，这不是在太皇太后身边的德公公吗？来，进来。车轿就在外边了。太皇太后密旨，让您立刻携子入宫。陈明珠，纳兰性德，叩见老祖宗。起来，都起来吧。奴才不敢，老祖宗有话，请吩咐。大人不必拘束，老祖宗随和着呢。起来坐着讲话吧。谢老祖宗。明珠啊，在。
你有个好儿子，皇上又很器重他，他也的确招人喜欢。别瞧我几次要罚他，可这心里头啊，还就是舍不得。犬子无状，是臣家教不严，老祖宗管得对。好了，闲话不说了。听说皇上把调查小阿哥死因的事儿交给你们父子了。是。有什么头绪了吗？回老祖宗话，不但有了头绪，而且大抵弄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我在问你阿玛呢。据犬子查探，是有人利用王太医为惠嫔调理身孕的机会，下了延缓分娩的药物。这药物又由惠嫔的贴身婢女紫云放进了汤药中。你说的这个人是索图？老祖宗圣明。于是你就认定你明珠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，除掉索额图，这朝中再也没有人是你的对头。老祖宗，不，老祖宗，奴才从不敢这么想啊！你是真的不敢这么想，还是在跟我装糊涂？好了，我把话挑明了说，惠嫔的儿子死了，不管死因是什么。可皇后的儿子毕竟是皇上嫡亲长子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。这一点意味着什么？你应该清楚。再者说，如果你扳不倒索额图，你得罪的可不是一个人呢。奴才明白。老祖宗，被害死的是皇上没有出世的小阿哥，这是诛灭九族的大罪。如果放过这个罪人，这对皇上不公平。对惠嫔娘娘也不公平。话说的不错。想当初我要是件件事儿都这么较真儿的话，你这个小东西，今天还能在这儿吗？你们都是跟着皇上一起过来的人，皇上能够主政不易呀。我天天都盼着能够顺顺当当，能够平平安安。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再在朝廷上掀起什么波澜。话再说回来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惠嫔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小重孙，我这心里能不难受吗？现在人已经没有了，总不能因为这件事再搅了大局吧？明珠，你说呢？老祖宗说的是。世上一时搞不清的事多了，你们父子这等聪明，会知道怎么应对眼前这件事。是不是啊？老祖宗，老祖宗的话，奴才都听明白了。老祖宗，请歇息吧。奴才告退了。等等，我听说安亲王爷也在插手这件事。他派人去了火场和刑部衙门。这说明我料的不错。这件事，你们心里有个数就行。这，可是。奴才告退。这还有什么天理？儿不明白，这索额图如此歹毒，老祖宗为什么还要保下他？你心里一直在愤而不平，所以太皇太后的话你根本没有听进去。太皇太后这是在保皇后，也是在保皇上。如果公开查出索额图，势必牵扯到皇后，那些王爷们也会借此出面大做文章。况且，太皇太后和索家渊源深远，对索额图的信任大大超过对我的信任。以太皇太后的一臣之道，她绝不希望明珠一人独掌朝廷。那惠嫔的孩子就白死了。糊涂！小阿哥的命。皇权社稷相比，算得了什么？这几道折子朕都批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皇上，奴才有件事儿，说起来是我爱新觉罗家的家事，
可是它关乎着朝廷，奴才不能不讲。奴才听说惠嫔娘娘生子夭折，事有蹊跷。这件事情，朕已经派明珠父子前去查勘了。奴才想听听这查勘的结果。岂能这样快？明珠，奴才正想下朝后向皇上禀告。哦，快说来听听。经奴才访查，可以初步断定是进宫当差的王太医用药不妥，加上惠嫔娘娘身子虚弱，导致小阿哥夭折。王太医畏罪自毙。明珠，你不是心怀鬼胎，就是有意遮掩。王太医不是畏罪自毙，而是蓄意谋杀。这皇子谋杀案大有隐情。王爷所言有什么凭证？我倒想先听听你们查看的凭证。王太医家门窗自闭。慢，据我所知，你明珠大人并没有迈进火场的一步。不错，勘察的是犬子纳兰性德。杨九公，奴才在。宣纳兰性德上殿讲话。宣纳兰性德上殿。奴才纳兰性德叩见皇上。起来，纳兰，听你的阿玛讲，你去勘察了火场，现在就把你的所见如实说来。奴才到了王太医家，那里已经烧成了一片灰烬，几名家人的尸体均在上方，死前没有搏斗反抗或出逃的迹象，所以奴才认定这绝不是外人纵火而为。不对吧？你好像也看到了那只装着灯油的木桶，那是火源所在的物证。皇上，奴才在火场里看到的与他全然不同，几处起火点全在院中，大火是从屋外廊檐下所起。如果王太医是自焚而亡，会这样舍近求远吗？奇怪的是，这位纳兰公子也看到了这起火的物证，但却隐匿不报，真不知道是何居心。王爷错了，盛油的木桶的确在院中廊下，可那并不是火源，真正的火源在上房床头，那里不但有灯油的痕迹，而且烧得格外凶狠，是屋内的火引着了屋外的油桶，进而加大了火势。得出点火自焚的推断，奴才以为理所当然。既然这样理所当然，你为什么将引火的木桶藏匿起来？我再问你，你去了刑部衙门？是，去审验了王太医的尸首。看见了什么？已然烧得惨不忍睹。没有别的异样吗？王太医脖颈上有道深深的勒痕，就是这道勒痕足以证明王太医是被人杀死之后虚设了火场。纳兰性德，这道勒痕你看见了吗？我想必你是看见了。皇上，杀死王太医的人必定是皇子夭折案的元凶，这杀人灭口的伎俩屡见不鲜，所以奴才不得不想，谁有这样大的胆，竟敢谋害皇上未出生的骨肉？索图大人身为领侍卫内大臣，难道没有渎职之罪吗？明珠父子则更让人不解，刑案中的疑点他们视而不见，甚至为这起罪行遮遮掩掩。皇上，岳老王爷讲的有理，请皇上另行酌选，请岳王爷牵头重新调查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。应该这样，清清白白，一定要查。纳兰性德在，你在宫内候着，这桩事明日再议。散。主子，紫云呢？让他把我的小孩给抱过来。主子，你先喝点茶。我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没有啊？叫紫云把我的孩子抱过来。我还没好好的看过他呢。你们都聋了？都哑了？
到我的小阿哥。子瑜，主子，子瑜，你别找他了，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主子，我的孩子在哪里？我要看到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在哪里呀？主子，我的阿哥在哪里？你把妈妈给我！我的孩子在哪里？我的孩子在哪里呀？我的孩子在哪里呀？慧嫔，皇上，他们把我的孩子藏起来了，你让他们把孩子还给我。皇上，皇上，为什么能不能见我的孩子？慧嫔，好爱妃，朕的话，你的身子要紧啊！皇上不要管我，我要见我们的孩子。小阿哥，慧嫔，孩子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啊！慧嫔，快去看太医！慧嫔，你终于醒了。你都昏睡了几个时辰了？身上。慧嫔，你听朕说，朕也很难过。谁能想到，刚放娩出的小阿哥就离咱们而去了呢？你放心，朕正在追查，不管是谁，朕一定抓住他。朕只盼着你能早点好起来。兄台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替我谢谢端敏哥哥。昨儿个他为我说了话，我本想找个机会当面谢他。皇上来了。进来讲话。告诉朕，你在遮掩什么？替谁遮掩？说！为什么不说？你要是敢隐瞒朕，朕一定杀了你。如果皇上一定要奴才说，那奴才就请皇上放弃水落石出的念头。什么？你让朕放弃？水落石出之后，皇上真的能够惩办元凶吗？为什么不能？谁害了朕的孩子，朕凌迟了他。你不相信？刚才殿上的情形，皇上都看到了。往日赋闲在家的安亲王，为什么突然跳出来？也许他的话的确有道理，可他的心，皇上还摸不到吗？什么意思？皇上眼下要做的事情多得不可胜数，三番蠢蠢欲动，南北曹云色阻，水旱天灾频至，前明余孽尚存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因为这件事就砍掉皇上的膀臂，而让安亲王支流登入高堂为皇上做主，这绝不是皇上所盼的结果。慧嫔是奴才的表妹，除去两小无猜的情分，奴才为她复仇的心，并不比皇上少几分。可奴才不能不以大局为重。难道皇上忍心让当朝的皇长子一落生就缠进这是是非非里吗？可是朕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奴才原本也和皇上一个心思，是因为有了太皇太后的点拨，才茅塞顿开的。皇阿奶，太皇太后知道皇上的脾性，所以才在昨天夜里召我和阿玛入了宫。这就是奴才不能在皇上面前口无遮拦的原因。朕明白了，朕总算明白了。皇上，以大局为重。朕为了这个江山，为了这个皇位，失去的太多了。
皇上该去喊皇后了。小阿哥的名字起好了吗？真像了一个，叫程护。程护，好，受天之护，受天之福。奴才恭请皇上圣安。惠嫔好些了吗？回皇上，像是好多了。皇上，惠祖子刚刚出去。去哪儿了？坤宁宫。惠主子，皇后在用膳，请您先到上房坐会。主子虚弱，还是先坐下歇歇吧。主子，惠主子已然在里面歇着了。真乖，真可爱。啊！哦，看他。主子。妹妹，怎么这么早就出来走动了？快到这边来坐。我能抱抱他吗？真好，真好。他要是活着，也会这么开心的笑。我的小乖乖，你本该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兄弟。妹妹，别累着了，快坐下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他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惠主子想开些。
妹妹，从今往后，程护也是你的儿子，你也会疼他，是吗？孤闷的时候，常到我这里走走。需要什么，只管开口，千万要珍重自己的身子。玉儿辛苦，程护一时一刻也离不开额娘。要珍重的是皇后您。九公，奴才在。让曹寅带朕拟旨：那拉慧儿，玉秀熏门，肤质纯粹，有端庄静仪之德，温和慈惠之人，册封为贵妃。这。各位臣工对于皇子夭折一事，都很上心。除了几位王爷，朕还收到了不少折子。是啊，国运绵长靠的是子孙不断，朕也很痛心。不过天赐祥瑞，所幸朕的长子程护身体健康，灵巧聪慧，所以朕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让任何阴霾遮蔽后宫了。朕经多方查证，惠贵妃所生之子夭折，并无隐情，日后这事不准再成为谈资。朕以颁旨祭堂，小阿哥是因难产而亡。自然，几位王爷的好心，朕心领了。是啊，朕也有了儿子。你没有看到小程护的样子，可爱至极，可爱至极呀！这是皇上的福分，也是大清的福分。皇上，他们到了。传。这。奴才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宫中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奴才的确有渎职之罪。皇上如此宽仁，奴才万死难报。朕说了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你们还是朕的左膀右臂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你们心里应该明白：所有的功过是非，都在朕的心里。奴才心如明镜，这就好。皇上晋封惠主子为贵妃，是对奴才一家的褒奖，奴才叩谢皇上。索图。小程护是朕的嫡亲长子，你这个做国舅爷的要小心合伙。是，朕还有很多事没做，况且天下并不太平，这也包括殿上那几位窥伺时机以求一成的人，你们心里要有数才是。去吧。这。皇上，纳兰，朕真的希望你科考得中。朕的身边需要一个无私的人来替朕分忧。皇上真的长大了。皇上的心思深不可测呀，以后行事。哎，对了，嫡长子落地，肯定定为太子。我得向索大人道喜啊！未必，未必啊！谁都知道，皇上对惠妃娘娘的宠爱更深。
二哥，数月未见，又壮实不少啊！叔叔也是来散心的。哎，散心是次，是想来看看你。我有3件好茶招待叔叔。好，走，走。叔叔，请。叔叔，请坐。二阿哥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。城内太过喧闹，图的是一份清静。二阿哥住在这里多久了？3个月有余了吧？听说青格尔原本在宫里带发修行，现在已然回到老祖宗身边了。二阿哥真的没有这份心思了？我如今这副模样，就算娶了她，也委屈了她。这话怎么讲？不瞒叔叔，通过鳌拜这桩事儿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做一个男人应该活得顶天立地。金哥为什么喜欢纳兰性德呀？那是因为纳兰公子的满腹才华，而我夫权有什么呢？空戴着一顶王爷帽子，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。以我看，二阿哥是个能够统帅100万兵马的帅才。二阿哥，眼下就有个绝好的机会。机会？这是三藩的近况。这吴三桂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依我看呐，与三藩一战只是早晚。二阿哥要力争做这个平藩的主帅。二阿哥要建功立业，这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？只怕鳌拜去了，朝廷正缺这样的帅才。你可以把这份折子呈给皇上，再阐明自己的见解。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这件事也并不是没有希望。唉，叔叔年龄大了，不想再过问更多的事情，可是心里又放不下朝廷，更放不下你呀。你们兄弟当中，二阿哥该是最有所作为的呀。好，我听叔叔的。不过，这件事千万不要提起我，皇上疑心太重，免得旁生知己。奴才福全叩见皇上。二哥，快起来。二哥有什么事情吗？皇上请看。平西王、平南王、靖南王齐聚桂里，荡舟离江。这3位藩王密议的，绝不是什么好事。皇上，请让下看。吴三桂已然暗中扩兵8万，并向海外购置了大量火器。此事需当机立断的，三藩不撤，必成后患。倘若皇上下定决心，奴才愿带兵南下，